中的后里有一间庙寺，毋是拜神明哦，是拜这座金色的棺柴。这个棺材的面顶有写100字，大细无共大细，这个寿长火寿的寿这字，四字围阁有刻龙甲白鹤。这庙方讲，这座金棺柴奉祀到打10多年了，有不少信徒是来求升官发财。庙寺冒做这世界的金棺柴，互民众会当提供去拜拜。信众虔诚的拜拜，也要看一个真佛师，毋是神明，是一座金色的棺材。这伫后里区的雷霆殿庙方表示讲，这座金棺被称之为金元玉天老祖，除了求平安以外，有不少人来遮求升官发财。摕摕麦子，就甲扁扁的就甲放落，甲倒下手咧，互我生意较好咧，人去较好咧吼，较有人缘咧。庙方表示讲，这座金棺是用超过1000年的掌做的，有写100个无同款大细寿字，还佫有刻龙甲白鹤。庙方专工做小金棺，互信众请倒去服侍。不管是棺材还是雕像，那心诚则灵啊，就不会想那么多啊。这种泡泡一般世俗传统的印象，转化为升官发财、保平安，即嘛变成地形上一个特殊的宗教信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